咁講下我院舍坐遊軒啦，咁50個宿友就舍友或者叫院友啦，咁30個男20個女嘅，咁佢哋基本上咧就4個人一間房咯，所以我哋有13間房嘅，係啦，咁另外有2個暫宿位嘅，一男一女，譬如俾一啲可能喺屋企照顧壓力好大嘅，或者真係要去下旅行嘅，或者好多時見到都係工人姐姐要放假，係啊，放個長假就會暫宿啦。咁所以佢哋日常生活嘅照顧咧，我哋就有好多即係個人嘅照顧員幫佢哋咯。咁佢哋嘅年齡層都分佈得比較廣嘅，最多嗰批30-40歲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60-70歲都有嘅，因為我嗰度係以照顧程度為即係收院友嘅標準咯，唔係話佢咩嘅診斷，所以咧有嚴重嘅智障啦，亦都有痙攣啦，亦都有老年嘅即係而家叫認知障礙啦，亦都有中風啦，亦都有腦瘤嘅。咁只要佢呢個叫做診斷影響到佢個人嘅自理能力，需要即係高度照顧咧，其實佢都合資格入我哋院舍咯。所以就係咁沖涼咧，就我哋都有少部分可以用浴椅沖涼嘅，但係更加多咧就會用浴床啦，用吊機去做專業咯，係啦。因為嗰陣時都有問過你嘅，咁就係有啲院友可能其實都喺你哋個院舍嗰度咧，都住一段即係比較長嘅時間，或者即係入咗嗰個院舍之後都會即係出翻嚟嘅機會可能唔係好大。咁其實佢哋嚟平均住嘅年期係咪都比較長啲咧？係基本上就即係社署即係叫做派到落嚟咧，其實我哋會一直照顧佢嘅，除非佢真係覺得我哋嗰個我哋照顧能力未必符合佢嘅需要咯。咁但係都好少嘅，因為到我哋嚴重殘疾院舍即係 CNASD 啦，咁再個高少少程度咧就係 infirmary， 即係嗰個療養級嘅，係啊，即係再差啲咁，所以我哋設備上或者同事嘅人手上都足夠嘅，係啦。好啊，咁啊 Patrick， 你服務嘅單位就好唔同啦。咁啊家福會嘅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咁啊上門㗎啦，一聽就知道。咁咧我都上網都睇過你哋嘅資料啦，咁啊你哋呢個 website 嘅圖片啦，咁咧就一共咧有19隊係唔同嘅分區嘅家居照顧隊，咁都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下你哋嘅家居服務隊嘅內容啦、對象啦、身體情況啦，同埋最緊要嘅申請資格係點樣咧？即係係點樣先可以去到用到你嘅服務？因為上門沖涼真係可能好多嘅即係社福嘅朋友都可能都想知多啲。係啦，咁我哋其實個服務咧就係體弱長者啦。咁其實點樣可以入到呢個服務咧？其實就要首先去申請，即係申請服務啦。咁可能透過長者中心啦，一啲其他長者嘅一啲服務嘅單位咧去申請服務。咁要去通過一個叫做呢個安老服務統一嘅嗰個評估個機制先得嘅，即係佢要符合資格咁先可以咧入到服務啦。咁佢合資格之後咧，咁都要一個叫做排期啦，因為其實都好多喺社區上嘅長者咧，需要呢個服務嘅。咁啊唔同中心咧有唔同嘅即係等候嘅時間啦，咁所以好難講定大概要幾耐啦。咁我哋服務嘅對象其實都其實個年齡咧就係60歲以上啦。咁啊佢會有唔同嘅程度嘅缺損啦，可能係例如認知障礙啦、中風啦、柏金遜啊，或者可能精神嘅一啲疾病啦，或者甚至可能視力嘅一啲障礙啦，等等都有嘅。咁所以咧，我哋照顧嘅程度上咧，會由一啲可能佢自己都出到街嘅，甚至一啲去到要臥床嘅長者都有嘅，係啦。咁即係都睇翻究竟佢有啲咩需要，然後我哋就會提供翻相應嘅服務咯。咁我哋服務咧，其實就包括會有送飯嘅服務啦、陪診服務啦，我哋嘅治療師會提供一啲評估啦，可能認知嘅評估，一啲家居安全評估，咁亦都會有咧我哋去HCA 啦，即係我哋嘅家居照顧員咧就會去每個星期就會根據翻佢嘅需要啦，即係治療師評估之後咧就提供一啲相應嘅一啲
治療啦，例如可能係一啲認知嘅治療，或者係一啲物理治療師都會評估之後咧，可能有啲運動咁為佢哋去做啦，咁就希望佢保持翻佢身體同埋一啲可能認知上嘅功能咁樣咯。係啦，咁同埋都有頭先講啦，有沖涼嘅服務啊咁樣嘅。我就想追問你啦，就沖涼嗰個部分，通常你哋會上門沖得幾密呢？咁同埋頭先你講嘅即係有啲人係可能臥床啊，或者係行動唔方便，其實個比例上面係點樣呢？即係例如話有幾多上門宵夜服務嘅係已經係臥床嘅，咁定係話都有啲行動力嘅咁？你即係兩個補充下。好。補充翻啦，沖涼嗰度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嗰個個案嗰個需要嘅。咁大部分啦，可能一個星期，我哋冇可能日日沖嘅，因為咧，我哋始終以我自己順安服務中心嘅例子啦，咁我哋嗰度其實已經有150個即係個案啦。咁我哋其實一個星期即係最多可能2至3次啦，咁樣嘅即係個沖涼啦。咁其他時間咁可能佢哋就要自己抹身啊，或者就可能真係唔沖住啦。咁呢個都真係服務上嘅一個即係限制啦，係啦。咁以行動能力方面咧，其實我哋大部分咧即係幫手沖涼，其實佢哋主要可能有啲情況係可能佢哋有呢個即係慢呼吸肺阻嘅病啦。咁佢哋可能自己沖涼會好辛苦，會氣喘，咁我哋就會有呢個幫佢即係沖涼嘅服務，或者佢行動不便，即係佢可能行去廁所有啲困難，咁我哋就可能會用一啲工具，例如去 commode chair 咁樣去推佢入廁所幫佢沖涼。咁相對咧臥床我哋會比較少嘅，因為始終沖涼房咧就好窄，咁我哋好難真係如果一個長者真係臥床咧，就好難入到去即係沖涼房啦。咁我哋就反而可能嗰啲特別啲嘅個案咧，我哋就可能會抹身為主啦。咁但係就相對喺我哋服務就其實唔係好多，因為去到嗰個嚴重嘅程度咧，好多都建議可能就要院舍啦，院舍嘅服務啦，係啦咁樣。咁我講多少少，講翻轉頭少少，係啦。咁我年齡嗰度咧，即係申請就16至59歲啦。但係你知香港好多嘢都要排嘅。總之佢59歲入紙咧，過咗60之後至排到咧，我哋都會收嘅。即係香港60係安老嗰條界線咯。係啊，咁啊同埋頭先講過，我哋有啲住到70歲，我哋又唔會趕佢走嘅。係啊，總之佢住得穩穩定定、健健康康就繼續。總之一直住到可能佢百年歸老都可以，只要我哋能力上照顧到咯，係啊。